大家好，小鐵到今日小鐵 A 會介紹 64K 往大埔嘅巴士80M 度買返嚟嘅，係模型咧係1:120，往大埔火車站，車牌為 BM248，拎架車出嚟先。係啦，第一代熱狗巴士單層嘅，我唔係古董玩家啊，所以我唔識點解釋。係啦，九龍汽車公司有限，九龍汽車1933有限公司，同以前嘅熱狗冇乜分別，真係。不過送咗個車站咯。係送咗個車站。呢架熱狗咧，我唔知點解釋好啦，所以我就呢條片就嚟到咁多啦，多謝各位。